何仙姑。我伤到这么严重，谁敢保证？我来去自首，把代志讲个清楚，我替伊赔命，绝对袂当连累阿爹你。阿爹，我今仔马上就来自首，你家己保重。建啊！你想讲去自首就会当解决问题，还是？你想讲，自从你出事，啊无大事，你哪了了咱过身去，拢是阿爹伊就甲你请养大，这是真无简单，你知？但代志发生，你要去自首就是要赔命。安尼看阿家庭是要安怎样活落去？阿爹，孩子不好。天哪！喂，你是？你叫做淑珍对无？嗯。是毋是小姐买回来查某囡仔？啊对，我是安怎？唔对，我是安怎？啊，你是啥物人啊？我是夫人身边的人，我叫做秀玲。哦，原来你嘛是查某囡仔哦。哎呦，我想讲哦，你唔知是搭一家姑奶奶的呢？查某囡仔嘛有分大细，我来伺候夫人的时阵，小姐我袂出事咧。哦，安尼讲起来。你无好家上迄老资格咯，这也着去讲。我甲你讲哦，连小姐嘛爱叫我一声阿姨，这是夫人特别交代的。而且小姐嘛是我甲三婆斗接生的。我来遮久，我哪毋捌看过你哈？煞毋知阮阿爹破病，夫人特别叫我休困。我一回去就是3个多月，到今仔才转来。夫人哦，实在做人足好的，又搁足慈悲的。我要回去的时阵，夫人特别摕50两银给我，叫我摕这钱转到阮阿爹医病。你这项代志千万唔通讲出去呢，万一若是互老爷知影，老爷这么当酸吼，我看一定3暝3日困袂去。我知影啦，你做你放心啦吼。我搁知影一个真大的秘密呢，你敢知？什么秘密啊？咱小姐哦，是天顶的仙女来转世呢。你讲的是真实的哦？哎呦，我会记得当初时吼，夫人做一个梦，梦见讲吼，天顶的仙女讲要来投胎，
做夫人的查某囝，结果夫人吼都有心啊呢。哦，而且吼，小姐要出世的时阵，哇，规间厝拢是花的香味啦。其实吼，迄小姐到底是安怎生出来，我嘛唔知影呢。嘿，啊你讲了嘛咧喊过，啊你毋是讲你甲三伯斗阵来接生的？哎呦，啊话是安尼讲无毋对，啊毋过吼，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我甲三伯两个人敢若戆神啊戆神，袂输敢若困去共款。啊，目睭一闭紧的时阵吼，迄囡仔伊就已经咧夫人的身躯边啊呢。啊你甲伊接生的你毋知？哎呦，我哪有可能去编这个话甲你骗啦？我甲搞，我是有啥就讲啥啦。啊，你若不爱相信，你会使去问夫人啦。秀莲，我自入来到即马，就是即句话上介意我听啦。啊是讲吼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我离开3个外月，今仔才回来，应该来甲小姐看一下啊。哦，啊，咱小姐呢？透早就出去啊。无不要紧啦，小姐若回来，你甲讲一声，讲我来看伊。我知影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甲你讲的哈。奇怪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人死，应该是咧阎王爷遐呀，啥人拢无人来插我。敢讲我已经变做孤魂野鬼啊？我是要安怎？我到底是要安怎？这鬼妖搁伫遐作怪，看老你免人甲除掉。阿车，喂，昆仑夫人倒转来是？张国老老大兄，咱无甲你同。哈，先莫讲遐无要紧的代志啊，遐鬼妖你有看着？我早就在注意。那安尼，好我过分片，你也看到啊吼？当然就看到啦。下番日囝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也无要算什么下番日囝。反正你安怎讲道理的道理啦，其实这个代志根本甲我就无关系，我也是来走好啦。乖呀，啊，反正你食饱营养，也无什么代志做，咱先来看下一个讲。好啦。你敢是我顶边看到迄个红毛仔狗？夫人，你看我公爷安怎？有1000年以上的道行无？就算讲你有1000年以上的道，你也是无法度对付着仙界的神仙。只要我救援现讲的人性，我就有把握头赢过伊，嘛会当像孙悟空共款，大闹天宫。哦，那安尼，你什么时阵才会当练成？只要我若内心苦练，一定会成功。什么人？时夜完成。嘿，哈！你又搁等什么呢？好我过完神，有可能认吞掉，安尼代志就起了啊。免急急，你搁继续看。是囡仔，你走。对啊，原来你事先就安排，伊安怎无爱提早甲我讲，害我安尼伫咧担心。
即马无代志啊，我嘛应该来走啊。乖，胡阿哥伊结算的习惯，就是咱八仙市。敢讲你无想要留来斗三工做事？因下番列劫是你甲太白金星的责任，啊，恁两个都教，留我要创啥物？但你嘛知影，太白金星伊逐工拢醉茫茫，啊，伊即摆人拄啊无伫遮，啊，你人拄啊有伫遮，就麻烦你甲我斗三工一下。既然你着找着我，我想无爱，袂用的。知影就好啊，那会着讲出来。我袂甲你讲老情哦。我老李的做代志哦，是一向是平平扁扁，万一有啥物差错，嘿，你就莫怪我哦。乖兄，你做你放心，我对你绝对有信心。嘿，上好哦，是莫对我有信心啦，我较袂有麻烦啦。对了，恁将好阿哥的分别甲伊送倒转去。乖兄，你免遐尼紧张啦。时辰还袂到，若甲送倒转去，中间才来去较大嘛。过去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将来相依难忘。华哥，人无路用，我可是向道结束。阿爹，代志到这来啊！我看我是来自首。唔通，你互我想看嘛？阿爹啊，你踮在这，千万唔通离开。看嘛，阿爹啊，万一老爷，我一定留喺呢度，这样老爷去医时，无但係我会从这代志甲伊讲，是向是向，有天安排。阿爹啊。叔爷，叔爷，光临大驾，欢迎欢迎，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大夫，昨暝李公主有来恁遮，你知无？昨暗李公主，因为出面唔知影。听讲李公主甲恁查某囝约束3暝，你要相会啦。结果发生什么代志吼？李公主交代无清楚啦。也毋过李公主来遮行一个倒转，人就咧破病，你知？这是有这个代志，所以这是当初唔知影。你是讲阮查某囝嘛无可能约李公主3更半暝在会面啊？你知甲毋知吼？这我是毋敢讲啦。李公主确实3暝就有来恁遮，即马人倒咧面床底咧破病，不但是安尼，这个病情愈来愈严重。你知影后果是安怎？是啊，小人知影。那么我希望你安尼先，互小人问一清楚咧，你才来回答你啦吼。好啦，
我等你小心了。行。注意啊！可怜，哪会发生这个代志？要叫我安怎有解决就好。奇怪，啊，真是走去倒，可即摆拢还袂转来。我要烦恼死。兄弟啊，你骗我啦！你骗我啦！有啦！你嘛较细声，大声细声呢？我是骗你啥啦？你讲迄个公主吼，介意我，我伊无我也是，啊，毋过伊看到我就走啊。安尼你先哪要叫走去？你家己调家己也调的哦。我就调伊袂调啊。好啦，安尼你过来是我请，我请有代志你叫我。乖啦乖啦，你迄个公主真介意我，你是安尼啦？啊，你实在有够戆呢！啊，你是安要走去，家己也调一定介意你啊。吼，是你家己戆啦。对吼。我聊，后摆就袂走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啊，过几工吼，我就该找一个工课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啊，你紧转去好无？较紧的啦。啊，你会记哩哦，记你定甲我找哦，好，好拜。讨厌啊！你这样子，我都好疲劳，刚才就是想到你做。你干啥无？哎呦，我这老骨头，我好一个哦，哎，遐么酸的，我问，哎呦，看阿辉啊，走做啊？哦，啊，伊就规工笑啦啦，四界走，我要哪会知影伊来遮创啥？恁小姐透早就出去啊？去倒位啊？伊也无甲我讲，我要哪会知影？你唔知影？无啊，你拢咧创什么话啊？你敢讲就对咩？我请你来的目的就是要照顾恁小姐，这伊走去倒位，你唔知，你敢讲就对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都唔知影，你叫我要安怎讲啦？你足敖，你足敖的，还阁有话通甲我辩解。来，我问你一个，昨暗恁小姐讲什么甲李公主两个人约会，有款代志啊？甲李公主？哎呦，老爷，阿姊哪有可能暗时约迄李公主来啊？敢真实的？我明仔甲伊骗啦。阿姊昨吼连房间门嘛无打出去过啊。那若安尼，我问你，昨这时啊，恁小姐咧创什么？哎呦，老爷，你叫袂记啊是？你毋是叫我带迄个李公主，甲阿姊去退游游历啊？不过阿姊一直拢不爱睬伊啊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啊，就迄个李公主啦，讲话互人足无介意听的呢，敢若吼一直戏人阿姊啦，伊根本毋是要来甲退游历的嘛。好啊，你甲我点点，你咧学着讲什么啊？我讲的拢嘛是事实的啦。叫你点点，你还搁做甲因吹因子，你咧因什么事？来，我咧讲，注意甲我听好啊！即摆赶紧去甲我找恁小姐倒转来，要若是找无倒转来哦，你赔就上啊啦！我知影啦。怎样进去哦？佮带咧手，佮带手，伤疼你啦！这你愈来愈好管。老爷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安尼大声细声啦？代志已经足大条了啦！来去我的房间，我大包讲互你听，行。小公主，我阿姊敢来哈？无哦，小公主，今日啥啦？你哪吞吞吐吐呢？无啊，我真好啊。无啦，啊我四界吼，拢找无阮阿姊安尼，我足着急的。小公主，啊，阮阿姊敢有在内底？你要创啥？你别用入去。是安怎啦？先哪袂用入去？当初事事不清，今晚当入去我的房间。啊，你紧张卡你咧创啥啦？我想讲是啥物代志？好，我讲阮阿姊内底是？无。真是嘞？真是无。真是无？安尼有准拄煞？啊！小公主，你看是啥物物件？足惊人的咧！你看兄啦，阿姊，你在遮？阿姊，我阿姊哪老汉电话？你讲啊，小公主，是不是你代志的？结果是为着我才来自杀。
等于是我害伊的。我错。你放心，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。春公若爱赔命，应该嘛是由我来赔命。这个是乱糟糟，这个算完全怪。拢爱怪我无尽力照顾阮的姊的这边，阮老爷头前一定袂帮我煞，而且我搁做唔到一件代志。你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？我著想办法，甲关老爷迄个宝贝仔囝甲伊创治啊！哪知影代志愈遐尼啊大，因即摆来找老爷，迄若查出是我做的哦，我一声哦，无死了半条命。阿囝的，阿囝的啊！小林姐啊，你袂甲你去看是无？这个囡仔吼，互你接外家，敢有成人呀？夫人啊，这你莫用怪下官的啦，是修理家己走去河外，叫有惊到的。哦，你真够推卸责任吼，是安怎伊会去河家？你家己想看卖咧，都是因为你啦，吼，甲迄个姓何的人，甲因查某囝带去迄个衙门，互咱这个囝看到，迄几个份拢叫狗赢呢，毋这3更半暝，拢定去因兜。这你是要叫我怎讲啊？夫人，苏爷，啊你是有去河家无啦？有啦，我著即摆才转来呀。我是要问你啦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什么人吼，甲咱这个公主啊行到变啊咧？迄个胡大夫吼，伊嘛讲袂清楚，啊，即嘛当咧调查啦。因若讲调查清楚了后吼，随时会来甲咱讲啊啦。哎呦，因这到底是什么疑心呐？实在吼，互人拢想袂晓。我跟你讲哦，恁两个人吼，都爱好好甲我查，查一了水落石出。若无吼，我无放你煞。夫人啊，这你放心啦，公主代志吼，包在我身上头。过去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恁两个人吼，都爱好好甲我查，查一了水落石出。若无吼，我无放你煞。夫人啊，这你放心啦，公主代志吼，包在我身上头。老爷夫人，你会使回房去休息啦。啊，公主我来甲照顾就行的啦。安尼嘛是好啦，啊无吼，我来去叫困。啊，这囡仔交代互你，啊若万你中有啥物代志哦，你着赶紧派人来甲我禀报咧。哦，是夫人。跑起来啦，当走去啊！我还没跑起来，再来我怕。哦，是啊，走！哦，这个办法确实有效咧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到底当时感觉好好信心。你这个急声话啦，这个做代志吼，都爱一步一步来。像你讲真紧，都不好玩。放心，那你的代志吼，包在我身上。真是。小姑娘，你莫搁哭啊啦！哭嘛袂当解决问题，咱就是先想办法较要紧。人就已经死，还有啥物办法通好想？无伊无死，伊是回头了过倒昏去啦。这份是嘛最好，你唔知发生代志。对啦，何公主，我有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咱那边有求神啊。那边哪有路用啊？我袂去。何公主，那哩我请你起码除了求神，你还有啥物办法？无想，无紧行，紧的啦。
快呀，辛苦了。袂啦，啊，即摆无代志啊，咱嘛应该会走啊咧。嗯。何必谈呢？何必谈呢呀？何必谈呢？到这边几个闲人，何必谈呢呀？哎呦，什么？你明明是要我气死啊！我在问你啦，我在问你啦。我唔知，小丁有当阿无？我唔知，又个是唔知啦。你若安尼是花哥咧？我唔知。什么？啊，冇，我知。这你来你。干嘞！苏雅，什么鬼？这，免啦！我咁要等你的消息，为什么到现在拢无消无息啊？这是个错的，你还未问清楚了啦。这明明是你咧避开，你搁讲讲，来，人我掠强，好了，老爷，代志调查了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将手夹啊你？胡大夫吼，就讲调查还未清楚咧。啊，不过照我甲看起来吼，这件代志吼，无法度调查清楚啊。那你这是啥物话？迄偌济无头公案，本官是调查甲一清二楚，这小可代志尔，如果是算啥？老爷，啊你若讲确实要调查甲清楚吼，这当然是无问题啦。杨国公主三更半暝去私会恋爱历史，啊，万一这个风声来传出去，老爷，你的名声会去拍歹呢？是啊，哈哈，照你安尼讲，这件代志唔着爱煞去。无咯，代志要哪用得煞？我早就派人甲抓来啊啦，人即摆伫咧倒位？你问我咧后团呢？甲带来啊！哦是。无啦，老爷，啊，我话讲未清楚咧啊。啥物话你讲啊？讲吼，公主虽然离火家吼，去有惊着啦，也毋过这毋是破病原因啦。公主真正破病的原因是吼，是啥？啊，就是去爱着火姑娘，为病生死，生死病，这我所料。自古以来呀，有都是袅袅一路。君子好逑，啊，这乃是书生之本质。可是讲公主吼，来当和吴姑娘结成着一对的连理啊，这么是一件传统千古的文书。本官虽然我官位敢若七品，也毋过也是朝廷的命官啊，甲这民妇结为亲家，袂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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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安怎？
准备做新郎官。好，多谢娘，多谢娘。阿囝，阿娘爱搁教你，行你袂去，阿娘带你做新郎。好。哎，这是圣旨亚长，圣驾不难。老爷免搁怨叹啦。虽然讲吼，夫人有对公主吼较挺身淡薄啦，讲起来这嘛是人之常情啊。而且吼，好啊，免搁咧而且，这件婚事无一定好太大。万一，老爷放心，这件代志吼，拢总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我灵机一动吼，代志绝对是万无一失。我哋咧做代志拢成功，唔捌失败啦。唱过去，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来人啊！后台带进来。大人啊，我完了我完了个，切！小明，我对啦。老爷是特别对你开恩，伊若讲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。只要老爷问你吼，你老实甲回答，老爷要去啦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师爷。知，本官带来某恁爸囝救灾有功，特别做一百倍加冕。想袂到你的小女竟然乖有小气，差一点也无害。你的居心何在？我想这个代志，小人完全唔知影，希望大人谢罪啦。老爷，这我看吼，其中绝对是有误会一个啦。要无你好教吼，代代行医啊，在本地方算起来是有头有面的人讲影无？还是讲经这件代志，若搁甲对入甲大底吼，也去发挥你的名声啦。好大，你的查某囝私欲小气，在午夜上会，差点啊害小姐的性命断送。这罪证，本官要安怎破？好你家己讲。小明愿意受到这个处罚啦，但是我有小小法要求，希望大人你都要答应我，让小明一输啊民主，安尼我就甘愿啊啦，吼，拜托一个。对，大人啊，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？请你讲出来。好，是安尼啦。公主就是学了讲何姑娘医术好，所以才是亲身过府拜访讨教啊。既然讲何姑娘啊，约束3更半暝要和公主相会，可见何姑娘对公主十分的仰慕。不如都和这对财主佳人吼，自然结合，安尼岂不是两全其美呢？我咧讲的意思，你感想安怎？这哦，伊咧讲是小明三生有幸，求之不得的代志。我总想小女配你李公主啊！好大夫，你愿意？当然我是愿意咯。求之不得的代志啊！啊是讲，你答应这件婚事。验估你的家后，唔知肯答应。我主任，你大人，你是放心无要紧。我是一家之主啊，是小女的终身大事，我一家之主，听我家主分啦。好。夫人啊，今日欢喜些，哇，夫人啊，天大地大，大喜事，今日欢喜啦，欢喜啦。呀，到底什么代志遐尔欢喜？都安尼是啦，关老爷因公主哦去看家己咱查某囝啦，我拄则去关老爷哦，伊亲身对我提亲，咱免偌久哦，就甲关老爷做亲情啦。当然是答应咯，你也亲像讲啊，甲关老爷结为亲情，只因为讲是咱的荣幸的三代人啊所做来应景，只是换咱伫享受啊，咱当然爱赶紧答应的。
啊，陈小姐，啊你这表情看来，敢若是这门的亲事，你足无欢喜啊？老爷，这是花哥的终身大事，咱起码嘛爱甲花哥参详一下啊。啊，大姐着搁参详什么？人家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啦。那查某囝饲大汉当然爱嫁啊！我是伊的饲大人啊，听我甲伊注意，叫伊嫁我什么人就叫什么人，迄拢总唔免问啊啦。花哥人怎么伫在？伫房间啦。哦。啊，淑珍啊，这个四大几啊走代志哈。来，阿玲啊，你甲叫淑珍啊来，讲老爷有代志要甲问。老爷，小弟若无甲小姐同齐转来，我嘛唔知影对吧？阿姊，我来接人咧。你若知影，咱拄才去庙求神的时阵，伊拄仔搁倒伫遮。伊人上遐尔啊叮当，人都伫要等，伊要哪个去离开这个所在呢？我知影。你想要走是？我想咱就走，我是要来去找花哥。唔免，你有哪什么话，跟我老爷讲就好。行。你干嘞？哇，你来一日创啥的？阿爹，花哥的尸体无去啊！花哥的人倒转去啊！阿伯，你讲的话，我袂相信。若唔是我亲目看，我嘛唔相信。这是千真万确，确确实实是真实。这个员讲证明，花哥就是善意下凡，心明暗中伫咧甲解救。你若唔相信哦，你用去转去遐看卖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的。情来相依难忘。李公主是对袂歹，因老爸是当本县的官老爷呢。你若会当过去因兜啊，算做保是你前世修来的责任啦。你还搁伫咧气嫌啊？你真正是唔知好歹哦。阿爹，你敢安尼？年纪拢这么大，我无想要嫁啦。我想要一世人在恁身躯边，好好奉替你。哎呀，当你是咧讲什么安尼先啦？人家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啦。呀，你呀，唔禁嫁嫁，怎袂讲一世人牵着住阮两个老王公婆在身躯边，是恁是不是？等阿爹尔8年，我就要出家修行。哟，哎呦，你愈讲愈唔是款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讲。老爷，你莫生气啦。花哥吼，我会好好甲考虑吼。呀，你叫考虑，要考虑什么？我已经答应人了啊啦。尤其是啊，人迄边是真的是看好势，随时就要来娶亲啊。你看人有钱有势，你都安尼答应人，你敢有为着查某囝嫌想过是不是？你现在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讲什么意思？总讲我若要嫁，我嘛袂嫁。就是管老爷伊囝，讲胡作非为。阿爹，这种人查某囝敢用起疑心？例如
来如何大胆？老爷，老爷，华哥，我有屁股。老爷，华哥，华哥，老爷，你哪边安尼啦？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甲讲，即讲你嫁也是要嫁，唔嫁嘛是要爱嫁。我就我上次讲啊，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敢有抗四大人的命令，再有，就讲对这事开始，不准我再见人来往。今年是大考前，还是准备马上就要上京复考。安尼也好，希望天公给也保庇，你会当金榜题名，你才会当出头天。我孩子袂当放心阿爹你。虽然阿爹遮热，但是身体还阁真勇。阿爹无啥代志，你也免发心。是讲，项项代志也是互人料想袂到。不管你是考会着好，考袂着好，你都要赶紧倒转来啊！孩子知影。华哥，真是的，是我误会你。过去我唔相信讲有啥物妖魔鬼怪，只不过即摆我袂当无相信。世间上有真个代志是咱想袂到，嘛无法度去理解。是。而且，遐有足侪花足水的，我办一礼互你哈。哎，小弟，小。啥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